运千万日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可能捌听过有人讲，一个人足牛逼，想象一个听，可能三无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原来这个牛逼唔是你骂人，是你经体人有够当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 B 保一 B 第一条。原来这个 B 是一款虫拖的名，体型小可长长加两形，胸坎巴肚有花花啊，热天常常出现伫咧水池，会使牛也有马因的火，伤害到牛甲马这类动物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，这个词就是读做牛逼。拄则咱讲到牛逼是一款牛的寄生啊虫，也毋过牛逼也有另外一个混化的意思，就是讲一个人有够当生足气质，亲像是牛逼共款素火，敢若入无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譬如讲，伊敢若牛逼咧有够当生，钱敢若入绝对无出，要叫伊倒出钱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 B 牛逼的 B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